今日帶大家來看的是有關客家嘅草紙同三旗布發展的情形。民國76年政府宣布改年過後，如果到媒體應可以用，唔過判草紙報紙也到如果幾多人幾多錢。有無聽錯穿嘅多錢，故所幾多客家草紙同地方報如體減少愛惜的環境當中發展，因為我應堅持下去，如係對客家族群嘅愛同關心。有公機拿定見氣，電視頻道按到本人看到冇做法法，唔但將電視頻道動到，表面刊物咪係一本殺定一本。港鐵媒體百種嘅現象，對民國76年政府宣布戒嚴過後，媒體解禁，頻道天天嚟開放。去年10月嚟，客家風雲雜誌創刊，金單槍為客家族群發聲，反轉言還發起萬我母語運動，也係客家族群意識向來嘅關鍵。不但你嘅思想咧，當然你唔好拗人，但是你希望有關嘅政黨、有關嘅執政黨。來重視客家人的心想，但是一般客家運動的話，最終一發生，我有了解的雜誌，我就請其他嘅朋友就開始辦了個客家風雲雜誌，來為人哋台灣的客家人嘅尊嚴到 TV 來打拼。遊行過後無按熱情呢，點都有嘅係有錢訴求。民國79年，客家風雲雜誌改名做客家雜誌，內容差唔多100%係純客家，古嘢來講係報道文化之一。不過按樣嘅內容市場接受度尚唔高。客家雜誌我咪想唔到，1987年到了下2017年，已經幾多年？23年、24年咧。你講好經營嗎？非常難經營，因為你客家種嘅網站啦，客家電視，當多媒體，全當然每必將見你看客家雜誌啊。所以不過你目前看客家雜誌，老實講非常關心你客家嘅事務。現在愛行文化路線，就天初愛面對市場嘅考驗。除咗客家雜誌以外，當地地方性嘅刊物，同樣有經營困難嘅問題。高雄市民農局專門為農村發生嘅日光山雜誌，雖然當數都經營歡迎，不過經營好尚無按改。20年來，係因為快樂成就嗰度，真是我每個人冇辦法辛苦，就辛苦嘅就一種壓力，就講。你要完成，冇必你停刊，冇必你延期。台中市沙港區嘅沙港年，雖然有政府補助，不過在業力算係唔是錢本人看嘅，接錢唔拉用，佢下擺面臨停刊。不過也分本單係在期同線刊物，過後咪轉去做沙旗報，咪當數到幾年嘅前天。過了20-30期之後，我們就開始。對我們那個石岡鄉的人文歷史，我們都慢慢的已經邁進了。我們也做了一些田野的調查，後來受到那個居民的好評之後，我們已經邁進了100期。除睇沙港年，另外一份山上主刊係抗台報道董事沙港扶貧客家時沙嘅採體事件。南投縣國鄉鄉嘅國鄉報道，16年來19年內持續報道當地嘅文史採風。另外還有苗栗、新竹、屏東、客家台東一條客家地區，係共擁有地方性刊物。可能一條客家平面媒體，就算讀到財源短缺，也係數據唔拉一條問題，連經營者都唔知還做得支持機構。一心想要以鄉親服務，行家想要幫其他族群看到客家這份敬愛嘅心，就會給一條大變嘅動力。客家新聞發表在100里，綜合報道。